今日2008年5月25號，今日好熱誒，睇樓啟朗除整呢件衫，整翻好呢度先。朗朗你 say hello， 佢霸住呢個梯，又去公園玩啦，樓啟朗。笑唔笑啊？你講 hello 婆婆啊 Hello， 婆婆 Hello， 婆婆 Hello， 你好，快啲啊！你好咧， Hello， 好啊！你叫咩名啊？你叫咩名啊？同呢度講，你叫咩名？吓？咩話？阿茶，叫做咩話？阿茶樂，劉啟朗係。你幾多歲啊？幾多歲1、2、3、4啊！ 1、2、3、4唔係。你幾多歲啊，朗朗？呢個 2。哇！咁快變咗5歲啦！你住喺邊度啊？Tower 2。Tower 2。你件衫咩 colour 啊？ Tower 2。吓？咩顏色啊？你件衫跌啊！睇下佢幾曳，佢好唔驚㗎，佢而家。劉啟朗，細佬叫咩名啊？劉啟峰。行啊，唔係呢邊行啊，朗朗樓梯行啊嘛，跌啊呢度。邊邊樓梯啊，朗朗？呢度瀡落嚟㗎嘛。媽媽同你過去樓梯嗰邊啊，過嚟啊！我影住你上樓梯好冇？我又甩咗隻鞋啊！喂，媽媽幫你着返先啦，唔影啦。